啱啱歌詞裏面講到天空飛鳥自由翱翔，星月亦都可以自由爭輝，呢啲一切都係由神所創造嘅。啱，你講得啱。呢一位獨一無二嘅真神創造呢個宇宙之外呢，亦都創造人類喺當中，等我哋可以與神分享造物主嘅美好成果啊。不過我又有啲唔明白喎，既然你話呢個天地間只有一位真神啦，點解後嚟又有救世主耶穌嘅出現啊？本來呢，神所創造一切呢都係美好嘅，但係後來呢，人開始離棄神去犯罪，結果通通都要被滅亡。不過因為神愛世人嘅緣故，將佢嘅獨生兒子耶穌差到世上，為世人嘅罪死在十字架上邊，藉着佢所流出嚟嘅寶血，叫人可以重得生命，可以與神回復和好嘅關係啊。咁我就明啦。不過你可唔可以再講多啲俾我聽啊？當然可以啦。月色已漸殘，路冷霜寒夕夕間，柳枝橫，暗影讓霓朦朧情話碎我心間，思憶往事，往事似煙幻，記許凄風雨歷盡痛苦艱難，恨怨紛爭滿塵寰，疑問因消逝哭殘，罪惡深淵苦問何處安？這錯失恨難返，是誰負愛心相關？起初上主創天地造人，宇宙穹蒼看他計運行，他看顧蒼生，將美好賜予人，天地同聲讚眾神。可惜遭罪困，貪心焦命運，諸敗錯遭區奔，春風不亂，草枯乾斷，花也不好言，但主因不中斷，他珍惜寶卷，此後因信得救解劫運，竟采他愛子，為罪人在十架升，寶血盡流救贖甘犧牲。雖已死，火
屬永生。基督之光照真心，救主救主救萬民靈魂永解困。基督愛憐又問，心中信主前路人，神有承諾定判罪惡，日子快來臨。雖已死復再生，寶血印救贖永生。基督之光照真心，救主救主救萬民靈魂永解困。基督愛憐又問，心中信主前路人，神有承諾定判罪惡，日子快來臨。情君今天信主永生共證人。